究竟特選經濟艙係咪高不成低不就呢？今次我坐國泰嘅 PEY 直航去曼徹斯特，行李方面呢，每人有2件寄艙23kg 加1件7kg嘅手提行李。今次就坐 CX259，用5號閘口，用嘅係9年機齡嘅 A359 BLRE 啊，因為飛機翻唔切嚟啊，所以0035嘅機0019都仲等緊登機啊。咁呢班機嘅 PEY 就係242設計啦，一上到機呢，已經有過夜包、耳機、被同埋枕頭擺咗喺度噶啦，坐低冇耐，好快已經派 welcome drinks 同埋熱毛巾啊。咁啊開箱下個過夜包先啦，4樣嘢：襪、眼罩、牙刷、耳塞，再睇下個耳機啊，唔使砌嘅，即開即用啊。咁啊前後座位間距咧都有40寸啊，夠晒闊落啊，翹起隻腳坐都冇問題啊。最後大約0130啊，終於起飛啦。咁啊起飛啊，大約45分鐘就開始派餐啦。我哋又叫咗一份牛柳餐，同埋因為同人調位而派咗俾我嘅素菜餐啊。咁份牛柳咧唔算硬係幾好食，而個素菜餐咧完全用茄膏覆蓋晒啲味啊，但整體都唔差嘅。咁啊另外配翻個哈根大師嘅雪糕啦。咁啊食完飯啊就係時候搞下個位啦，張台就喺個手枕位度拎出嚟啊，喺個座位隔離有遙控之餘，仲有3個掣啊，分別就係可以調校到挨後9寸嘅椅背啦、腳枕同埋腳墊啊。咁啊兩個座位中間咧都有2個 USB 充電位同埋萬國插啊。咁啊頭枕隔離咧亦都有個閱讀燈啊。咁國泰個娛樂系統有幾多嘢睇啊？唔使講啦，同埋輕觸式夠晒暢順呢個遙控啊真係冇乜用啦。咁啊飛到咁上下肚餓啊，就叫咗個蛋撻、杯麵、壽司、豬肉卷同埋港式奶茶。咁杯麵就係合味道雞肉味啦，蛋撻就唔差嘅，但你都唔好諗住佢係脆皮啦。而個豬肉卷啊個皮就有啲厚啊，奶茶就即溶嘅啫，唔通揾個金茶王沖俾你咩？咁啊 hea 多陣之後又夠鐘食早餐啦，我哋2個就叫咗個中式早餐啦，都係食下啲點心啊，正正常常啦。咁啊最後大約8點半啊，終於到咗曼徹斯特啦。咁今次呢14個鐘坐得一啲都唔辛苦啊，時間都過得好快啊，瞓下食下又到英國啦。咁啊 PEY 咧真係有存在嘅價值嘅，雖然咧佢冇得入貴賓室同平躺，但係飛行途中可以挨後嘅角度咧都足以令你瞓得好舒服啊。咁啊如果你有彈性嘅旅遊日期咧，就記得睇清楚價錢先好買啦，因為個價錢咧都可以爭好遠啊。如果你買到3萬蚊一張特選經濟咧，咁啊不如真係坐商務好過啦。